如果你是缺乏社交的单身一族，那你一定要试试这款《秘境传说》。秘境传说为玩家。 如果你是缺乏社交的单身一族，那你一定要试试这款《秘境传说》。《秘境传说》为玩家设计了丰富易操作的社交玩法，让玩家可以尽情体验多人游戏带来的活力。《秘境传说》拥有衷心陪伴。